開心，終於坐滑梯又轉轉咯，我想聽日再嚟。感覺呢度係好開揚啦，同平時行開嘅公園有啲唔同，同埋嗰啲滑梯咧係好吸引，好 colourful。我可以同佢嚟呢度放電啦，我自己又可以 shopping 啦，咁就可以安排全日嘅假期行程咯。我覺得呢度咧個元素比較多嘅，有好多唔同嘅攀爬設施啦，都設計到好多唔同濕地公園嘅元素擺喺入邊啦。咁同埋成個設計咧都好有心機咯。除咗玩之外啦，裏邊仲有啲動物嘅牌仔啦，同埋有時佢都會行埋嚟講話，呢個咩嚟㗎咁樣樣。最初我哋留意到天水圍呢個社區咧，可以同時滿足到休憩同生活所需嘅戶外空間咧，其實好少喎。喺設計之前啦，我哋做咗唔同嘅問卷調查啦，同埋 focus group， 同我哋地區嘅組織啦，同埋唔同嘅家長、小朋友咧，了解佢哋真正嘅需要嘅。我哋認為增建一條由商場直達嘅通道，可以拉近呢度同社區嘅距離。T-Town 本身已經係居民生活日常所需嘅一部分，食飯、買餸、補習，所以我哋今次希望再加多一個層次，為居民帶嚟多一個活動同埋休憩嘅地方，仲係希望 T-Town 成為天水圍嘅地標。其實好感動嘅，係啦，大家喜歡呢個地方嘅時候，或者成日都會見到佢哋嚟咧，其實我哋設計師其實會好開心。其實 placemaking 嘅精神就係以人為本啦，係需要同當區嘅特色或者係居民嘅需要有關嘅。因為其實天水圍都好近濕地公園啦，過程嘅嘗試都會睇下依間濕地入面有啲咩嘅譬如動物啦咁樣，譬如好似一個例子就係瀕臨絕種嘅黑臉琵鷺為例啦，佢每一年啦都有基本上過百隻嘅黑臉琵鷺咧，其實會經東亞其實嚟到呢個天水圍呢個地區，咁係到公園上邊咧有兩個好大型嘅一個垂直嘅遊樂嘅設施㗎，咁包括左手邊呢個其實就係紅耳鵯布布，呢邊咧會有一個叫標標就係黑臉琵鷺啦，都希望其實透過佢哋一個好生動嘅造型啦，令到小朋友慢慢去理解，引發佢個好奇心，慢慢去學習咧，咁呢個希望其實呢個項目可以帶到嘅主旨。